大家平安。Happy Thanksgiving。对这礼拜开始到这个月底吼，我会讲到要用迄个咱查经查过4本册，新约内底4本册，拢是保罗伫罗马的监狱内底写的册。照年代算，以弗所应该是第一本啦。不过因为今仔日是感恩节吼，所以我对菲律宾大先讲吼。那真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今仔日的礼拜，今仔日的这个感恩节。咱来三角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的恩典教业阮用，阮不时应该感谢你，毋是干那伫这个感恩节的时，阮常常袂记得你的恩典，常常看愈烦恼，袂记得你是阮的主。天父上帝，求你，互阮通过保罗先生所写几十个圣经，互阮搁一摆倒转来深信你是阮的主宰，是阮的上帝，是阮的爸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伫今年的7月初4，就是美国的迄个国庆日吼。伫Washington DC，敢若是伫黄昏暗的时啊，伫要放烟火啊吼。大家坐伫迄个 Washington Mall 迄个草埔底下伫等要放烟火。忽然间听到嘣嘣嘣的声吼。因为美国迄个前有真侪摆拢有校园的拍枪的事件。遐个人听到迄个嘣嘣嘣的声，袂记得讲是要放烟火吼，规阵爬起来走，大家直走。尾仔才知影讲，迄嘣嘣的声是放烟火啦。上迄日吼，伫 Florida， 我那共款，听到迄个放烟火的声嘣嘣，大家起来走。警察吼来查了，知影毋是警察，都爱发 tweet 去甲大家讲，毋是拍枪啦，是咧放烟火啦，叫大家坐点点。搁上迄日，我那是7月初4，伫 Chicago Highland Park 迄个区，我那拍枪，即摆真正拍枪，毋是拍烟火啊，即摆真正拍枪，有人受伤。7月初4，伫美国3个所在发生即个代志。7月初5，美国的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有一个专栏的作家写一篇文章，请你创迄个 PowerPoint 出来吼。迄个文章吼，迄个名叫做 Nothing Feels Safe。Americans are divided, anxious, and easy to panic。这是7月初5因的一篇文章。我直直在想 ，Nothing feels safe 吼。我直直想，这要安怎翻吼？我一早去收水的时候，伫遐想这句，想四面楚歌，这实在上好的翻译啦。当然，迄篇文章写讲美国人分裂。看路真快行遐，听到放烟火的声就走。搁一项真有意义的代志是，今年的9月15，过去迄张摆到你创吼。9月15，美国有这个杂志吼，是对1922年的9月15创刊，叫做 Foreign Affairs， 这是美国真有权威的外交的迄个刊物，2个月出一本。今年的9月15，拄因的100年，因出一本100年的专辑吼。因的主题是啥？恁有看？因的主题是 The Age of Uncertainty， 即讲咱今仔日拄到的是无确定的世代。
因为美国这两项代志，我过去几啊礼拜刚都拢在讲咱的世界这个问题，真正实在真严重。Washington Post 迄个文章，甲这个期刊，这个期刊内底有几啊篇，有一篇文章写讲China Trap 中国的陷阱啦，内底写讲美国甲中国的竞争吼是零和的竞争，后摆谁会赢毋知啦，要偌久嘛无人知啦。搁一篇文章吼，叫做 The World Putin Wants， 普丁要爱什么款的世界？迄甲 Ukraine 有关系。以我搁真济，拢总是反映这个时代的无安定。uncertainty 无确定，会互咱感觉看愈会烦恼，会压榨。咱拢知影，无确定是真艰苦。我会记得我咧破病的时候，毋惊死啦，死我是无咧烦恼。毋过我安尼会好啊，袂好，迄个无确定哦。是比死较艰苦，你知无？迄烦恼吼，毋是烦恼会死，是烦恼要破病偌久。你若捌破病人，一定拢捌有即个感觉。无确定是真艰苦的代志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吼，今仔日咱所读，保罗伫腓立比写即个腓立比书吼，保罗写予腓立比是伫甲腓立比的教会说道写。我想咱真侪人知影。伊去菲律宾传道理的时候，你若去转去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6章，你会当看到伊去菲律宾传道理的时，伊甲西拉做伙去啊，因传道理互迫害，人甲伊拍了，佫甲关伫监狱内底，关伫监狱内底，因两个互人关伫监狱内底，拢总无怨叹，拢总无怨言。圣经讲，因伫内底咧唱歌，咧吟诗。半暝地动，家门拢开开。顾家的人吼，想讲家门拢开开，这人走了，伊要安怎？伊想要自杀。总是保罗甲伊讲，你嘛知问这样，阮逐个拢伫遮，阮拢无走。对安尼，迄个顾家的领洗礼变做基督徒。菲律宾的教会对迄阵开始，所以菲律宾的人对保罗真尊敬。伫迄款互拍佮互关的时，还佫会唱歌，所以因对伊的印象真深。但十几年、20年后，保罗互人掠去伫罗马关伫监狱内底，因佫派一个少年人，叫做以巴弗提，对菲律宾行路，迄阵啊无人机啦，行路对菲律宾到罗马800迈啊，差不多1200公里，摕菲律宾的人的奉献甲慰问去罗马探保罗，保罗真感动，写一个批。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保罗甲因讲，恁拢毋通看入什么，拢毋通看入什么。伫圣经内底是一句话，一个句点。我今仔日讲到的题目，拢毋通看入什么下骹一个感叹号，佫一个问号。我有迄个理由，我用迄个感叹号，是因为保罗讲一句话，讲差不多是命令，毋通看入什么，这个命令。这甲耶稣咱拄啊所读，伫迄个约翰第14章第1节同款。耶稣甲学生讲：恁的心毋通着急，毋通不安。同款意思。但迄个感叹号是圣经都安尼写吼，做写佫一个问号，问号有几来问题伫内底。头一个，咱来想。在这个世间，
减有法度通无快乐、无烦恼。我想无啦，咱大家拢捌烦恼，咱大家拢捌快乐。你敢知影耶稣嘛捌烦恼嘛捌快乐呢？上出名就是伊伫克西马尼祈祷的时，一个30岁的人知影你要往顶十字架，啥人爱？伊伫遐甲上帝伫遐，会使互我莫经过这无？你想讲伊迄阵啊袂压榨哦？你阵啊伊袂艰苦，袂烦恼，会啦。路加讲伊老的肝亲像火在滴，是足艰苦的代志。可能恁大家毋知影耶稣搁另外一个所在哦，伊迄个艰苦，约翰描写足清楚的，迄是伫顶十字架以前的代志吼。耶稣伫约翰第12章第27节，这伊讲的话哦，伊讲吼。即阵我的心乱糟糟，我要讲什么？这是耶稣讲的。伊知影伊伫要得顶十字架，伊甲伊的学生讲：我的心乱糟糟，你的心捌乱糟糟无？你的心当时乱糟糟，烦恼敢毋是？耶稣，所以吼，你毋通讲阮是基督徒，所以阮拢袂烦恼，无即个代志。啊！恁更较毋通想讲，我是基督徒啊，我若烦恼，安尼就是对上帝犯罪，无即个代志。耶稣嘛伫烦恼，耶稣的心会乱糟糟呢。佫一个问题是，当好伫即个世间，咱一定会烦恼，一定会操烦，啊，要安怎处理？保罗甲咱讲，叫咱讲，拢毋通看入什么，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对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4、5节，咱来三角看这项代志。伫我拄仔开始的时所讲的，咱世界所拄着的问题，咱会操烦、会烦恼。保罗伫圣经内底，上帝圣神伫圣经内底，甲保罗讲要安怎处理。头一项，我应该做迄个 PowerPoint。迄个圣经才做出来吼，无想到真歹势啦吼。我会安尼照我爱的圣经，我用读的吼。啊，恁大家，请恁大家注意听，咱再来讲吼。头一个伊讲，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。我搁讲一遍，着欢喜，着互众人看出恁的宽容，主得要来啦。即句话咱伫巴克利的翻译时，就踮伫主内欢喜。我要搁讲伊着欢喜，咱拢定定，咱细汉就念即句嘛吼。即个翻了较白啦，伊讲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。我搁讲一遍，着欢喜。伫遮的欢喜吼，英语是 rejoice，rejoice 是动词，是动词。欢喜是一款行为，忧闷烦恼嘛是一款行为。保罗伫遮甲咱讲，就爱甲主结连来欢喜，毋是无因无端的欢喜。基督徒的欢喜是甲主结连的欢喜。迄个名词是 joy，J-O-Y，joy， 咱拢做翻做欢喜，中文翻做喜乐。什么是欢喜？我要甲囡仔讲故事，你毋知会记无？我甲因讲 joy 哦 ，J-O-Y 吼，就是吼 ，J 就是 Jesus，O 就是 others，Y 就是 you。意思是你的生活若将耶稣放第一类，将别人放伫你的头前，将你放伫后壁，你就有 joy。啊，这甲囡仔说明真简单啦。所以我伫读物件中间看到这个定义是英语的吼，伊讲什么是 joy？joy 就是吼，翻做台湾的就是伫上帝甲上帝的旨意的内面，所有超自然的欢喜。超自然的欢喜是无应该欢喜的事，伊嘛欢喜啦。
超出是安怎会当安呢？因为咱知影咱伫上帝内面，咱知影咱伫上帝旨意内面，迄款的欢喜是超过自然，无应该欢喜嘛欢喜。这就是耶稣，你若去读约翰第14章到第17章，食晚餐了后，还未互掠以前，伊甲学生的对话，因咧讲啥？像耶稣讲：“我将我的欢喜互恁，互恁的欢喜满满。”得要互掠顶是物件，伊也咧讲欢喜；得要互人掠去顶是物件，伊也咧讲平安。咱今仔日读的，我将我的平安互恁，甲世间无共款的平安。伫迄个时阵，伊还阁会当讲欢喜；伫迄个时阵，还阁会当讲平安。你对，迄是超自然的欢喜啦。一个保罗互人关伫监狱内底，伊的将来安怎，伊家己嘛毋知，会当出去袂当出去，伊嘛毋知。伊伫遐伫监狱内底，叫外口的人讲，恁着欢喜，无自然敢毋是？超自然敢毋是？你对，这是信仰的 joy， 信仰的欢喜。保罗用动词 rejoice， 迄是咱的行为啊表现出来。伊讲我搁讲一遍，最近我看台湾的文章哦，大家讲啥很重要，所以我讲3次。你捌听到看到这句话无？保罗伫遮就是讲，这真要紧啊！我搁讲一遍，点伫主来欢喜。搁落去吼，第5节，伊讲，互恁，互众人看出恁的宽容。例如，宽容有一个英文的圣经翻做吼 ，sweet reasonableness。咱真少用迄个字 reasonableness。reason 是理气啦、理由啦 ，reasonableness 这是一个名词。我去编字典，字典的内底是明智，有智慧、明智，还是妥当，互人看会出来。因为你的欢喜，你的行为是真妥当、真有智慧的行为。一个自己感在操烦的人吼，伊无可能 reasonableness， 无可能啦。逐项代志拢袂使，逐项代志拢得互伊 complain。伊若要哪 reason？ 爱欢喜，伫主的内面欢喜，表现出来是。互人看到你的明智，互人看到你的妥当的行为。我读到一个故事吼，这查某人写的，伊讲伊吼安尼无看到红灯啊撞过，啊警察甲查落来，啊伊吼拄对病院转来，伊的囡仔拄啊去入院，伫Children's Hospital 的迄个 ICU， 啊，伊足艰苦的，哪驶车哪流目屎，所以伊无注意到红灯伊撞过，啊，警察甲抓来。伊讲伊警察来的时候，啊，因为伊看起来，警察一个看到知影伊足无爱，讲你撞红灯，你知无？我即摆就知，你甲我讲我就知，警察讲你是安怎？因为看会出来伊真艰苦。伊讲我拄啊对病院来，我囡仔伫ICU安怎？迄个警察吼，拢无甲伊歹哦，拢无甲伊发，颠倒甲安慰，讲你我知影，我真同情你，毋过你驶车爱注意，这真危险。你好好驶，慢慢驶转去。该安慰无该发，认为这个警察真宽容啦，这叫做宽容。宽容的人，毋是律法主义，毋是逐项代志拢依法办理，无这个代志。伫是非的顶面有一项物件叫做同情、疼心。保罗讲，互咱安尼。过去伊讲一个主得要来，主得要来吼，这句话
解说有两款，一款是咱大家在等耶稣要过来，迄主就要来。总是英语有一个翻译，英语我袂记倒一本先啊。The Lord is at hand. At hand 是主伫你的身躯边啦，主甲你真活。我感觉咱若安尼来了解，可能较好。你伫即款人袂当欢喜的是你伫欢喜，真艰苦的是抑阁会当有宽容，即款无遐简单的代志，总是咱的保证是主伫咱的身躯边。The Lord is at hand， 伫咱的身躯边。所以过落去第6节，伊讲拢毋通看入什么，万事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。因为安尼主伫咱的身躯边，所以咱会使毋免烦恼。毋免烦恼，代志原来是未解决，要安怎？保罗讲用祈祷，用祈祷。约翰14章第1节，耶稣叫伊学生讲：恁的心毋通着急，毋通不安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保罗伫遮甲耶稣讲的无共款，总是意思相款。你若无信上帝，你袂去祈祷啦。所以保罗教人讲，着爱用祈祷，甲耶稣讲的基本上相款。用祈祷，用感谢祈祷。今仔日是感恩节，感谢祈祷。你敢知影？感谢会赶出烦恼，你敢知影？一个会晓感谢的人，较袂烦恼，这是实在的代志。圣诗有一条叫做“着圣上帝恩典”，主的恩你着算着孝，主的恩你兼讲话了。咱拢知影迄条诗，例如你若会晓感谢，你的烦恼去一半下解去啊！你会当伫上帝的面前，将烦恼交予上帝。保罗讲吼，保罗讲将恁所求的，互上帝知，爱对上帝讲，互上帝知。恁有人会去想到这个无？耶稣甲咱讲，上帝逐项拢知，咱爱袂求的事，伊就知。保罗是安怎甲咱讲？咱就是互上帝知。我想是安怎呢？上帝知啦，总是你若甲上帝讲吼，这对你是好啦。你讲出来，甲上帝讲出来，咱有时啊真往阮规劝咯，咱要找人讲，同款理由。当你甲上帝讲的时候，迄是你得到利益啦。上帝早就知啊，你的代志上帝拢知，你需要啥上帝拢知，总是你爱互甲上帝讲，求伊帮助你。祈祷吼，都爱真清楚，毋通含含糊糊。你咧甲上帝求啥，你家己嘛毋知。保罗伫遮讲，将恁所求的，互上帝知，爱真清楚。过去，伊讲安尼，上帝所赐超过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伊伫遮即句就是讲咱讲，你甲上帝讲了后吼，逐项代志爱交代上帝啦，毋通祈祷敢若祈祷，我家己要想办法。我来用一个例吼，我相信咱逐个拢会了解。譬如讲，恁兜有一项物件歹去，你爱摕去修理哦。你摕去一间师傅店，或这安怎，爱个师傅看看 ，OK。你留喺遮，你明仔载还是后日再来摕 ，OK。例如你过去你安怎创？你物件放喺遐，你转去敢是？我想你袂去想迄样物件。到时间到，你去摕，
好无好，你摕倒来。你绝对袂讲物件摕去到遐吼，甲讲我这人来讲好，你明仔再来摕。无，我惊你搁甲我创安怎？我再甲你看，你即摆现收你，我甲你看，看到好我才要摕倒来。无迄落人，绝对无迄落人。例如咱咧甲上帝祈祷时，咱定定安尼呢。保罗讲将互上帝咧交代上帝，毋过交代上帝了，那上帝你是听了有清楚也无清楚，啊你是对啊毋对？因为这是信仰的交托，着急不安惊吓，对咱的影响无好。总是交托无遐尼简单，交托有影无遐简单。保罗甲咱讲吼，咱若交托吼，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保守咱的心思意念。因为咱的烦恼拢甲咱的心思意念有关系呢。咱有时啊烦恼迄个代志吼，实在想起来都好笑。有人讲哦，你所咧烦恼会发生的代志，大半拢无发生；所发生的代志，拢你想无到的，敢袂啊？实在袂啊呢。保守咱的心思意念，啊，过来咧，要互咱有迄个平静。耶稣教咱讲，心毋通着急不安，着信上帝，信伊。保罗叫咱用祈祷，讲法无共款，总是目标共款，咱会当得到迄个超越人会当了解的平安。但第八节，迄个你将我读到一个注解真趣味的，迄个写的牧师伊讲吼，当你将所有的代志交托上帝，你拢免烦恼的时候。你头壳讲空起啊，就逐项代志拢放互上帝啊嘛。啊，你头壳空，我头壳空真危险，你知道？头壳空什么物件要走入来，你毋知诶？伫马太第12章第45节，耶稣讲一个譬如，讲一个人吼犯着鬼，啊得着医好哦吼，鬼甲耶稣鬼甲赶出去。毋过伊吼，伊诶心内拢无去接受上帝入来，伊诶心哦。清气，拄啊鬼附身，规身躯迄个无清气，即摆清气啊，不过无人大。啊，讲迄个鬼去外口踅一连转来吼，来到遐讲哦，啊，即间厝变甲遮清气，啊，拢无人大。迄个鬼讲啊，若无人大，我搁入来大，鬼去入去大。啊，大了敢若有术士的款吼，耶稣讲伊搁招7个鬼，比迄个搁较歹的鬼。招7个鬼来，8个鬼带伫伊的心肝内底，伊的情形比以前搁较惨。因为你将所有的物件交代上帝了，过去你的头壳要用啥？保罗讲吼，兄弟姊妹总讲一句，遐会建立好德行的事，遐会值得称赞的事，就是一切真实的。一切通尊敬的，一切公正的，一切纯洁的，一切可爱的，一切通和乐的，这个恁拢着不时放伫心内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当你将你的烦恼交代上帝时，毋通空啦，你的头壳爱用伫保罗所讲。建立好德行的代志，建立好德行的事，就是伊讲的遮。啊，伊讲，咱台湾学生拢藏伫心内。英语的圣经写讲 ，think of these things， 都要想遮个代志。你会记得诗篇第1篇，作诗的人讲，迄义人伊逐日伊义人爱慕上主的律法，暝日夜读也想伊的律法。圣经就是安尼甲咱讲，咱爱去想遐正面的价值观。
我有去做一个迄个，像迄个，这是美国一个文学家 Emerson 所写的。啊，我去我去看的是，伊是讲这是中国迄个老子，我唔知老子写伫倒呀。意思是讲哦，你都爱注意你的思想，因为你的思想会变做你的话，你的话会变做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会变做你的习惯，你的习惯会变做你的性格，你的性格变做你的命运。你甲想有影，保罗伫遮甲咱讲的，就是爱你的想的，你拢总无人伫你的边仔时，你伫想啥物代志？但我今仔日讲的这吼，我是对一个牧师叫做 Max Lucado， 伊写这个主角写了足好的，我有将迄做出来吼，请我即摆来说明互恁听。伊吼，咱烦恼的时吼，规身躯乱糟糟，啊，咱爱平安，咱爱 calm， 安尼爱真正样。爱讲 calm 是啥呢 ？calm 是吼，就是保罗即马讲的这话。C， 伊讲 C 就是 celebrate God， 阿罗上帝。伊讲时常叫人伫主来欢喜，阿罗上帝欢喜。啊，过来第6节 ，ask God for help，A 开始吼 ，CA。啊，第7节将所有的交代予上帝 ，leave it to God。啊，上尾啊 ，M 想 meditate 遐好的物件。啊，这个拄啊是calm。所以保罗伫遮第4节甲第9节真简单，互咱知影，咱要得到平安是对倒来，阿罗上帝，求上帝帮咱。交托上帝，啊，咱爱有好、想好的代志，读圣经，想上天，亲像这个做事的人。咱今仔日就读第9节。第9节，保罗甲腓立比的人讲：恁对我所学习、佮接受的、听到、佮看到的，这个拢着继续实行。你读到这节圣经的时，你会感觉讲，保罗实在真敢死哦！我做牧师，我唔敢甲恁讲吼，恁对我所学习的吼，啊看到吼，恁都爱接实行。我无迄个资格通讲这个话呢，真正你敢无感觉？保罗你是甲向少当讲这个话？总是吼，我拄啊开始的时候讲，伊去迄个菲律宾传道理的时候，互人掠去关，啊暗时啊伫监狱内底唱歌。这个代志，遐菲律宾的基督徒拢知影，一定知。因为教会对安尼开始的嘛，一定知。即马这个年老的保罗关伫监狱内底，佫写批出来叫因都爱欢喜，都爱交托上帝。这个话吼，毋是真好讲的话。总是我感觉保罗有资格通讲这句话啦。对菲律宾遐信徒来看，伊有资格通讲这话。恁对我所听到、所看到的，我安怎互人拍的时，也搁在学了上帝；我安怎关监的时，也搁在勉励人。伊甲因讲，恁爱学我，这是。我老实讲，我拄啊读圣经的时，读到这句，我嘛感觉，我真正感觉你保罗那真敢死啊，讲这个话。总是我家己反省我家己吼，我做一个牧师，我毋茫我会当讲这个话，我敢讲毋敢讲，这是另外一样代志。我有资格通讲这句话无？咱大家做基督徒同款的，咱敢对人安尼讲无？我毋是叫恁出去就爱安尼讲，毋是啦。咱想，我会当真正讲一句话也袂当。咱来上下祈祷。
特别是感谢你，通过保罗所写，真简单几节的圣经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得到真济的启示。阮伫即个感恩节是特别感谢你，你的恩典教育阮用。阮伫即个时阵，少年，阮的回来，济人身躯欠安，今仔日袂当来到伫阮的中间敬拜。阮伫你的面前少年面，阮也感谢你，阮今仔日伫遮确定也要做伙伫楼骹交杯啉食。感谢你赏赐阮即个听的团契，也感谢所有的长老，也有份伫准备的工作的人，因的着磨。主求你纪念因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